皇上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啊？是不是尹晴柔又做错什么了？没惹皇上生气吧？晴柔这份礼物啊，非同小可，甚得朕心。父皇，到底是何礼物？儿臣越来越好奇了。这皇上，民女有个请求。好，说。我希望这份礼物成为我跟皇上之间的秘密。好，朕准奏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难道连哀家都不能知道吗？皇后，不要着急。这份礼物非同小可，你只要知道，朕从今天开始一定会保重龙体，伊儿的事情不会再伤心了。皇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身为母亲，伊儿的事情，朕难受，你一定会比朕更加难受。但是你为了朕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忍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只要皇上明白臣妾的良苦用心就好。朕都懂。好了，今天是朕的生日，不愉快的事情咱就不说了，咱们全家一起吃蛋糕，喝 Lucky。扫货行动开始！太过瘾了！以前啊，我就想着去星光天地扫个货什么的，就学電影裡那樣，這個都不要，其他全給我包起來。沒想到在古代實現了。就是這個粉呢，質地太粗糙了，一點都不貼妝。就是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這個，手藝也太糙了。哎呀，你們兩個要是嫌棄啊，就自己做去。你以為我不行啊？如果我真開個胭脂店，就得比他們都強。哎，沒錯，要是讓我在這兒開個鋪子什麼的，我做的東西，保準比他們有用的多。那就開呀！開什麼啊？開什麼？你開胭脂店，你開百貨店，說不定過不了多久，我們就是這全京城最有錢的人了。哎，等會兒，我們倆開店，那你幹嘛呀？你就白吃白喝啊？我嘛，負責哄老皇上開心，給咱們賺本錢啊。哎，其實啊，就算他什麼都不幹也行，因為這100兩黃金本來就是皇上賞他的。哎呀，別這麼說。我們吶，現在是一根繩上的螞蚱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反正也暫時回不去了，都是要過日子的，那還不如過得好點，你們說是吧？啊？也對啊，也好。哎，那這樣，來，祝我們生意興隆。老闆，喲，打包的菜做好了嗎？哎，做好了。大嫂，今天怎麼沒見那個小姑娘跟你一起來啊？她在店裡呢。啊，我給小姑娘準備了一份禮物。你幫我帶給她吧。不用，太客氣了。謝謝謝謝。沒事，其實大嫂，我有件事兒想麻煩你。哦，你說。在這附近有沒有好一點的店鋪要轉售或者出租的？我想盤個店。這沒問題，包在我身上。你跟我家小丫頭又那麼投緣，以後到家裡來做客。那就謝謝大嫂了。不用。謝謝啊！哇，能賺好多錢！耶！喲，
双儿姑娘，你的贵人还没有来接你啊？他会回来的。你信吗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姿国色呢吧？不过和我们一样是卖笑的，男人玩玩也就罢了。他要是真想回来接你，到现在怎么会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你遇不到好男人，那是你没本事。我孔双双可不一样，见过我的男人就没有一个放得下的。走着瞧吧，等我哪天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，你会后悔用今天这种态度跟我说话的。哼！哎，都当了婊子了，还立什么牌坊啊？切，什么玩意儿！怎么了？这不是双双姑娘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大人，双儿的脚。哎呦，你这脚！哎，来，快！来，多谢大人。双双姑娘，您这是伤到哪儿了？让本县帮你瞧瞧。哎，大人，双儿有点口渴。我给你泡茶去啊，等着啊。大人，双儿姑娘，您这是？大人的记案有些杂乱。这些事儿吩咐下人做就行了，怎么敢劳驾双双小姐您呢？双儿愿意。大人，这是？哦，这个是当朝二王爷的金龙佩。先前啊，凌晨王微服出巡，来到长乐县，把金龙佩遗失了，现在还责令我在查找呢。凌晨王，虽说他现在是凌晨王，但是将来啊可能是太子，再用不了多久，可能就是当今的……双儿小姐，不说了。凌晨王对我可是十分的看重，很有可能会让我进宫入职。双儿小姐，到时候要不要跟我一块兒到京城轉轉呢？啊？雙兒想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三王爺。起来吧。謝皇上。晴柔啊，皇上的壽宴你辦得非常好，皇上高興，哀家也高興。說吧，你想要什麼賞賜啊？賞賜？皇上已經賞過我100兩黃金了。還有人嫌賞賜多的？那做人也不能太貪心了。好，朕就喜歡你的坦誠。哦，皇上，我想到我要什麼賞賜了。好，說吧。我想啊，兒臣想代尹晴柔求一個賞賜。我還沒說完呢。兒臣懇請父皇母後賜婚，廢除3月之約，讓我與尹晴柔盡快成婚。